台南地检署侦办公电8案去敲台盐丽玲公司顶32个所在，透明惊醒34个人。今仔透早成压前台盐丽玲的董事长陈启玉等5个人，台盐丽玲阁有相关厂商6个人交保，其他的人是请回，目前搁等待开机压庭。检方大动作搜索台盐甲子公司台盐丽玲甲34个人带回去，先后针对台盐丽玲的前董事长陈启玉甲2位高层，也阁有2位包厢的负责人，拢总5个人向法院来申请羁押。均涉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、第3款特别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，犯嫌重大，且有逃亡、灭证及串供之余。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检方表示，台盐丽玲的前董事长陈启玉涉嫌授意予台盐丽玲的前总经理苏坤宏，将台南7股真侪笪台盐的土地，用较悬的价销交予鸿辉甲朝阳这2间公司开发，利用供电案铺报费用。透过台盐丽玲公司甲相关的外包业者签约，以违约赔偿的名义，将台盐丽玲的钱赔予外包公司，倒手交予正手，做伙甲钱搬了。相关的手法甲金流，检方拢也搁在调查。公司营运一切正常，本公司已于去年和今年主动将资料移送检调，将配合厘清案情。检方大动作搜索嘛，引起家己管府，搁再重新来检视台盐丽玲伫咧家己得个虚电共生案场，伫咧2020年得个迄当阵农委会甲管府的丽玲设施使用用稳，是全台湾第一个大型的虚电共生案场。不过经过4档刷拢也未完工。那目前已经有5区已经有在进行养殖了。那针对第6区 F 区那目前养殖状况比较不佳。那如果后面如果再没有养殖事实，那县府也会针对这第6区来废止它的容许。检方已经将陈启玉等5个人依照涉犯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，也阁有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这个罪嫌，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